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到蘆洲的仁爱国小看因的防疫演练，甲市长问讲，万不一学校若出现着确诊的病例，敢会全校停课呢？市长讲应该停就爱停。啊，目前新北市未强迫囡仔就爱来挂喙罨，除非出现着呼吸道的症状才爱挂。教育部嘛发函予各学校，讲着爱通知家长知，这个囡仔要去学校进前爱先量体温，体温若超过38度，下头温若超过37度半，就爱伫个厝休困。学校未算是旷课。防疫管制局的规定。为了迎接2月25开学，新北市仁爱国小展开防疫作战的演练。入校门进前，兵分4路量体温，若是对着囡仔温度超过37.5度，就随带到隔离室。中昼各班的老师佫替这囡仔量第2摆温度。好，36.8。若是讲有囡仔无爽快，班长会随陪去健康中心。每一个班级拢有消毒用的酒精，2班1支红外线的度针，拢做好准备啊。若是出现确诊的病例，敢会全校停课？我们一定采取料敌从宽，御敌从严。该严格的把关以外，更重要，万一有确诊的，该停我们一定就会停。目前新北市64万片备用的喙罨已经到位啊，这是应急的。议员希望学生自备。新北市敢会规定，为幼稚园到高中，大家人拢爱挂喙罨上课？是不强迫健康的教职员工生戴口罩，强制要做到的就是，如果他有上呼吸道或是生病的孩子，他一定要戴上口罩。新北市环保局嘛针对每一间学校的外围展开大消毒，无希望讲这个病毒趁虚而入。开学防疫，这个全台湾上要紧的寒假作业一定要安全过关。